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有请俊伟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能够活出你的教导，使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我们的心能够有平安。求主你带领，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看见大卫打败歌利亚，18章看见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首歌引起扫罗彻底的崩溃。那也看见这原来应该要感谢赞美主的事情却变成扫罗一生的网罗。那扫罗没有为大卫的成功来欢喜，因为嫉妒害怕生出各种的苦毒。那扫罗也算计大卫，要让他好几次去非利士受命，但是却造就了大卫更加的英勇。而扫罗和以色列断绝的悲剧，是从他的亲人儿女陆陆续续的开始。今天我们继续来读19章扫罗对大卫的逼迫。我们请俊伟执事带我们来读19章的第1节到第6节。扫罗告诉他的儿子约拿单和所有的臣仆，他要设法除掉大卫。约拿单很爱大卫，就去告诉他，我父亲想要杀你，明天清晨你要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留在那里。我会到你藏匿的地方，在我父亲身旁跟他谈你的事。我有什么发现，一定告诉你。约拿单在扫罗面前赞扬大卫，并且说：父亲，请不要伤害你的仆人大卫，他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相反的，他所做的都是对你大有益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杀歌利亚，上主使以色列赢得大胜利。那时你也高兴。现在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无缘无故去杀大卫呢？扫罗被约拿单说服了，就指着上主的名发誓不杀大卫。那从19章我们会看到这个很多的细节特别是在扫罗要迫害大卫，不论是扫罗的内心或是扫罗的身边。那扫罗呢，他不仅是嫉妒大卫，害怕大卫，那甚至呢他还交代人看见大卫要杀大卫，所以变成组织团体的犯罪。那但约拿单呢却很喜爱大卫，那和他的父亲扫罗呢成为强烈的对比，所以约拿单也去私下的吩咐大卫说父亲要杀他的事情甚至约拿单也回去劝告他的父亲把事实举出来。大卫的确是对他的父亲对他的国家百姓有功，而且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上帝，并不是大卫个人。好，那应当要为他欢喜。为什么要犯罪呢？好，这里是说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无辜的人？那现在和合本是说为何要犯罪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其实是非对错，约拿单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对扫罗讲得很清楚。那扫罗呢，被儿子这样子提醒呢，也同意。虽然他也也知道自己是需要大卫的帮助，那甚至他也当下还指着耶和华的名来起誓我永绝不杀他。所以
让我们看见扫罗呢，他说了很多自己做不到的话，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扫罗啊？其实看见他的人格上面，或是他心智上面的这个分裂，还有这个混乱。好，那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是第7到12节。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然后带他去见扫罗。于是大卫像以前一样伺候在王左右。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再度爆发，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大败他们，他们就逃跑了。有一天，从上主那里来的邪灵支配着扫罗，扫罗手里拿着矛，坐在屋里，大卫也在那里，正弹着竖琴。扫罗想用他的矛把大卫钉在墙上，但大卫躲开了，矛扎在墙上。大卫逃跑，离开那里。当天晚上，扫罗派人去监视大卫的家，要在第二天早上杀他。大卫的妻子米甲警告大卫说：你今晚不逃，明天一定死。于是米甲从窗口把大卫垂下去，让他逃走。那我们看见约拿单对父亲的劝告，虽然有效，那甚至连扫罗也发誓啊，也对在上人面前发誓，但是扫罗的里面呢，内在呢，他没有做清理，没有做处理，以至于这个害怕、嫉妒，还是这个罪的这个毒根仍然在扫罗的里面。所以当这个环境又回到战争，甚至大卫又因为打败了非利士人，那所以也可见大卫在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努力啊，可能要低调，但是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大卫不得不出去征战，这个战争必须要全力以赴，所以当大卫又得胜，所以让这个邪灵又来支配扫罗。而这邪灵呢是出于上主啊，那也是在上主的同意之下，就如同约伯记前面的这个撒旦一样，取得上主的同意来攻击扫罗，而让扫罗呢又开始疯狂的要来对大卫的嫉妒，还有害怕，还有愤怒，那也用他的兵器要来杀大卫，但是对大卫来讲他也是躲开了扫罗，甚至连这个形容说这个枪的矛呢都刺入扎在墙上，所以真的扫罗是用尽了全力，所以这好像这个病如果没有去根除，没有去找到病的根源，虽然暂时的和缓或是暂时的得到了解除，但是当再复发的时候呢，却是更加倍。那也好像耶稣说，当人的内心这个里面的污灵被赶出之后，如果没有来打扫干净，或是没有邀请主来居住，那污灵呢可能会找7个更坏的邪灵，那会来霸占这个地方。所以当天呢扫罗就大卫虽然躲过了，但是扫罗呢就派更多的人来大卫的房屋来看守他，等到天亮要杀他。那所以这件事情呢，米甲也介入啊。好，那米甲呢就直接告诉大卫，今晚不逃，明天得死。所以从第19章的12节开始呢，那也就是大卫非常漫长的这个大逃亡的时期啊。那这大逃亡的时期要一直到27章，那这里是19章，或是到29章，几乎是撒母耳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算结束啊。那在诗篇59篇，那有讲到这个情境啊，诗篇59篇前面有一个小字，说扫罗差人把守大卫房屋，意图杀他。那时大卫做这首金诗啊，交给圣咏团长。那所以这首诗篇59篇呢，总共有17节啊。那特别是最后的2节说。前面讲到说这个仇敌啦，好，然后呢，
作恶的人啊，好流人血的人啊，埋伏要害大卫，聚集要攻击大卫。他们晚上呢叫好如狗，围城绕行。那但是大卫说：“我要等候你，神是我的避难所。”最后2节说：“但我要歌颂你的能力，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你是我的庇护所，在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所以大卫真的是效法他的祖先犹大支派，犹大的名字就是赞美。我们今天讲犹大犹大但是如果是以色列人讲犹大犹大，意思就是赞美赞美。所以大卫还是在环境当中他用赞美，所以甚至可能在那个情境或者他事后他回想这段情境，他做了这首诗篇59篇就是歌颂你的能力，早晨高唱你的慈爱所以大卫用赞美来胜过环境。那接着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13节到18节。俊伟有听到吗？13节到18节。有声音吗？有了。好。米甲把家里的一尊偶像放在床上，用一个山羊毛的枕头垫在偶像头下，盖上被单。扫罗的人来捉大卫的时候，米甲告诉他们大卫生病了，但是扫罗要他们再去，非见到大卫不可。扫罗又吩咐把他连人带床一起抬来，我要杀他。他们进到屋里，发现躺在床上的是一尊家里的偶像，并且有个山羊毛枕头垫在头下。扫罗问米甲：“你为什么这样骗我，让我的敌人逃跑呢？”米甲说：“他说我不帮他逃，就要杀我。”大卫逃到拉玛去见撒母耳，把扫罗对他做的事一一告诉撒母耳。然后他跟撒母耳一起到拿约去，住在那里。好，谢谢。那所以米甲知道情势不对，那他也看见他家的屋外一堆他父亲所派来的人准备要逮大卫，要联合来杀他。那所以米甲呢要大卫半夜逃跑，那逃跑的方式呢就是让大卫逃出去，那甚至把家中的一尊偶像和本是神像那因为扫罗呢，他们是便雅悯支派，那而且我们看扫罗，他也没有什么拜其他的偶像的这些的行为，那甚至米甲还嫁给了大卫那家里也不应该会有这些的神像和偶像，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拿来祭拜用的偶像神像，还是一个拿来装饰用的？那这个就会让人有点混淆，但是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多提到说扫罗、米甲、大卫他们有其他的拜偶像的行为所以可能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装饰品或是一个雕饰，那不一定是所谓的偶像那就是用一个人形的一个雕饰或是一个人形的一个物品呢，放在大卫的床上。拿用山羊毛，所以这边讲的非常的细节好像把这个大卫家中的摆设大卫家中的里面的东西那都描绘的非常的清楚那假装大卫还在里面睡觉其实大卫半夜就逃跑就开始逃命了。那到了扫罗呢，派人进去，那米甲就开始接连的编谎言那这个谎言一开始是说他病了，那扫罗说那如果他病了，把他连人带床一起抬来，那结果使者进去之后呢，发现不是里面躺的呢，不是大卫，躺的是一个人形的这个雕像，所以扫罗才知道他被骗。所以他也对他的女儿说：“你为什么欺骗我，让我的敌人逃跑？”所以扫罗他
应该说他先欺骗了撒母耳，好，那他又欺骗了上帝，现在呢，终于轮到他被他的女儿骗，好，等一下会明天会看到他被他的儿子骗，好，就是你要怎么待人，好，那你要人怎么待你就要怎么待人啊，好，这是登山宝训耶稣所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呢，都回到扫罗的头上。那但是呢，米甲呢也编了一个谎言。好，米甲说，大卫这样说，好，你让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好，所以米甲为了要救自己的命，好，所以又把这个理由好推到大卫的身上。那么接下来会看到，在大卫的亡命过程当中，好，的确也是很多，不论是出于大卫好，或是不是出于大卫好，但是呢，为了要活命好，为了要逃过扫罗的追杀，很多的人好都陷入在这个谎言或是没有办法据实以告的这种窘境当中啊。但是我们看见撒母耳在这里又出现了。好，撒母耳呢，他还是在拉玛。好，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撒母耳是在16章的13节啊，就是他高立大卫的时候。但是呢，现在大卫呢，已经出人头地，但是呢，他却变成是一个逃犯的身份，逃到撒母耳这里。好，那所以撒母耳呢，也带着扫罗大卫啊，好，或是大卫带着大幕呢，去到了拿约啊。那拿约这个地名的意思呢，是一个居所或是一个寓所。那其实圣经当中也没有特别提到拿约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认为拿约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在拉玛城内的一个房子的名称啊。好，那后面会看到，因为有一群先知，所以这个拿约呢，可能就是先知的家，或是先知所居住的地方啊。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后来大卫他逃跑的路线，可以看到他好像是一个这个鸟兽散呢，就是到处逃的一个情境啊。好，那再请俊伟带我们读最后的19节到24节。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派人去捉他。他们看见一群先知，由撒母耳领头，受感忘形说话。上帝的灵突然支配扫罗派去的人，他们也开始受感忘形说话。扫罗听到这消息，再派更多的人去，这些人也跟着先前去的人一样，受感忘形说话。扫罗第3次派人去，同样的事再度发生。最后，扫罗亲自到拉玛去。当他来到西姑那口大井旁边的时候，他打听撒母耳和大卫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他们在拿约。扫罗正往那里去的时候，上帝的灵也突然支配他，他就一路受感忘形，说着话到拿约。他在撒母耳面前脱掉自己的衣服，受感忘形说话，整天整夜光着身子躺着。这就是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这句俗语的由来。好，谢谢。那当大卫呢，他想到了要去见撒母耳，那想说撒母耳可能可以帮他。好，那撒母耳没有任何的说话，好，那只有跟着大卫，好，来到了拿约。那扫罗呢，知道大卫去到了拉玛的拿约，好，所以可以证实拿约这个地方呢，是在拉玛的里面，好，拉玛的里面的一个房子，所以就派人去，好，那派人去呢，好，这一些一看见了撒母耳，好，那这些使者呢，就被上帝的灵感动，好，那这上帝的灵呢，好，那就是指圣灵，那受感说话呢。好，那有的翻译说做先知讲道或是预言，那也有人认为这个受感说话呢，好忘形，好和本是说忘形啊，加上忘形，就是好像他有点像是
这个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呢说方言，或是呢他就失去了他的理智，好，那完全被圣灵所支配，被上帝的灵所主导，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把新约的圣灵充满，好，放到这里来看，好，那可能这一群人呢都被圣灵充满，好，那他们可能在诉说上帝的作为。好，或是说方言，好，或是说舌语，或是说灵语，或是说上帝的话。那因为在原文当中，好，就只有提到这样，好，而且在旧约当中，好，这样的情形呢也不常出现，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一个少数好的特例，好，而不应该把它变成是一种常态，或是说基督徒都应该要这样子被这样子来圣灵充满哦。那扫罗听到之后派第二队去，好，第二队一样，又派第三队去，第三队一样，好，22节，好，最后扫罗呢亲自去啊，那他去到西姑那口大井旁啊，好，那西姑在这里是一个地名，好，但是这是在圣经当中唯一出现的地方。那西姑呢，好的大井，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指说它是一个光秃秃的高处，或是指在高处上面的一个打鼓场啊，就是一个比较空的广场啊，可以在那边打鼓。所以它不一定是个地名，它可能是一个场地场所，就是在一个高高的地方。那他去到了这个拉玛的拿约，那扫罗就派人问，撒母耳在哪里？大卫在哪里？好，那其实当撒母耳要去膏大卫的时候，撒母耳就曾经跟上帝反映过说，好，那他如果再去膏其他的人呢，好，可能扫罗要杀他。所以那时候上帝还告诉扫罗说，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说要去伯利恒，要去那边来献祭。好，那现在呢，可以说是大扫罗和撒母耳又再次见面，而且扫罗也见到了大卫。但是呢，扫罗到了那边，好，那他一副就是凶神恶煞，好，这个见神杀神，好，这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那一副就是为了要大卫的命呢，好，他连撒母耳也不 care 也不在乎啊。但是呢，在这里23节讲到说，上帝的灵，好，也突然临到他，支配他，所以以至于扫罗呢，他就一边走一边受感说话，所以他没有办法变成他自己的样式，或是变成他自己的样子，而是完全被圣灵所支配。好，那他不论是说灵语、说方言、说舌语、说先知讲道、颂赞上帝的话，好，那甚至呢这个情境呢，是非常的强烈。好，前面派去的人呢，可能被充满，但是扫罗是大大的充满了，好，甚至整天整夜，甚至连衣服呢，好也没有办法穿在身上，好，所以就赤身躺卧，好，那也可以说他是被圣灵所击倒，好，所以因为扫罗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举动呢，或是这个力量呢，太过强大，以至于呢，好说有人就传说扫罗也是在先知当中嘛，好，他也成为先知嘛。好，那这已经是第二次这句话出现第二次。第一次呢，就是扫罗被膏的那一天，被膏的那一天，在第10章，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保罗被撒母耳同样膏的那一天，撒母耳就告诉他，好，然后会在这个他婆的橡树，好，到他婆的橡树呢，会对先知，他们都会感动你，你要跟他们一起受感说话，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好，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撒母耳，好，其实他的身上，或是说他其实就是带着圣灵的同在，即便撒母耳现在年纪也很大，好，但是呢，所有跟撒母耳住在一起的人，好，当他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他们，好，当他们分别为圣，好，上帝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们，好，即便一群罪人啊、凶恶的人啊，要来捉拿大卫的人，好，来接近他们。但是这一群人，他们都不用靠兵器，他们就可以散发出这个好像有上帝的同在的馨香之气，好，让所有接近他们的人，好，都被圣灵充满，好，甚至连这个
被邪灵大大攻击的扫罗，好，那他也在撒母耳还有大卫还有这一班先知的面前呢，好，也都被上帝的灵所支配啊。好，所以这一段经文也在证明说，即便这个邪灵在扫罗的身上的工作在强大，但是当他们来亲近神的仆人或是亲近神的灵的时候呢，好，仍然是能够胜过。好，所以这也是扫罗和撒母耳再见面，但是扫罗完全没有办法开口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或是去说话，只能够被圣灵所支配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扫罗生命的对照和比较。使徒行传13章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呢，扫罗呢却是只想要讨人的喜欢呐。好，即便他犯罪，他认罪，但是呢，他还苦苦哀求撒母耳能够跟他一起回去，好让他在百姓的面前有面子啊。所以扫罗真的是非常的世俗化，就是喜爱用人的眼光来看待。那我们也看见。这个大卫的王位是永存，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上15章就提到扫罗的王位呢已经被厌弃啊，原因是因为扫罗他先藐视拒绝轻看上帝的命令，那大卫他做王是仁慈宽厚，但是扫罗呢却是越来越残忍啊，即便一开始他是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谦卑。好，但是我们看到，当他要发动第一场战争的时候呢，他就把一对牛砍成了12块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那大卫他懂得饶恕，可是扫罗呢，几乎他只希望人家原谅他，可是他却不愿意去原谅别人了，那他可能愿意原谅的就是今天他的儿子啦，他的女儿啦，说谎啦，犯错啦，他愿意原谅。但是我们看见，连他的儿子约拿单，去吃了一个蜂蜜，他都没有办法原谅他，甚至也是说要处死他。那大卫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扫罗的悔改呢是无心悔改，或是嘴巴上的悔改，嘴巴说他错了，可是事后呢，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他的内心、他的生命还是一样。好，那大卫呢，他是在做任何的事情呢，他就是承受，勇敢来面对，即便扫罗出难题给他，要他去打仗，要他去杀非利士人，要他去割非利士人的包皮啊，但是呢，扫罗却是心中惧怕又在惧怕，而且呢，他一下怕歌利亚，一下怕大卫，一下他怕这个作王，一下觉得自己是便雅悯支派，是所有支派当中最微小的。所以心中充满各样的恐惧啊，好，所以大卫的生命是一个与神和好的生命，但是呢，扫罗的生命呢，非常的可惜，好，与神越来越遥远，与神分离，跟神隔绝啊，好，即便他有这次的机会来见撒母耳，甚至他还被上帝的灵给大大的充满，好，被上帝的灵所大大的浇灌，可是他没有让自己在这个当中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他虽然一天一夜他动弹不得，但是呢，在这一天一夜之后呢，他还是回去做他自己没有想要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扫罗对大卫的恨呢，还有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虽然约拿单说服了扫罗的理智，好说大卫打赢歌利亚，这是好事，也是出于神。好，那他的父亲不要再做错，不要再犯罪，再流无辜人的血。可是呢，扫罗的灵里面呢，就是充满着悖逆和顽梗啊。好，那这也是上帝借撒母耳口中所说的。所以悖逆跟占卜的罪相等，顽梗跟拜偶像的罪一样啊。那扫罗的儿子女儿都皆为了大卫，站在大卫这边，就跟他的父亲唱起了反调，甚至还不惜说谎来欺骗父亲，行以相礼。扫罗后来也成为先知吗？但是因为先知跟君王一样，跟祭司一样，都是上帝的受膏者。那被上帝的灵所支配，被上帝的灵所
高抹。好，这个受膏者呢，应该要属圣灵啊，而不应该属肉体。好，但是扫罗也曾经被上帝膏抹，也被上帝的灵所充满，但是呢，他却不愿意持续的属圣灵啊，反而叫圣灵担忧。好，所以这也是他与上帝越来越远。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祈祷，特别在我们心中有惧怕，在我们心中有恐惧的时候，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也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再次来提醒自己的肉体上面的软弱，让我们不要依靠肉体，不要顺从情欲，不要因为害怕而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提醒我们应当要更加的勇敢，也提醒我们应当要时时刻刻来亲近神，神就要亲近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学习在主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真理的当中是懂得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让我们远离各样的试探，也求你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也求你再次帮助保守们都能够常常活在你的同在里，让我们能够来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来容神益人。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俊伟，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